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岑日飛。各位有冇試過喺舊朋友聚會之後返到屋企，一攤落張床度，突然覺得個靈魂空空如也，攰到虛脫呢？喺靜局嘅睡房入面，面對住黑超超嘅四埲牆，大家問過自己幾多次呢啲咁深簡嘅問題？大家合埋雙眼，但係點都瞓唔着，換嚟嘅係一種散晒嘅疲倦，蔓延到五臟六腑。呢種絕對唔係平時返工捱更抵夜勞碌完一日嗰種肉體上嘅攰，而係一個靈魂被抽乾晒精力之後嘅崩潰同枯竭。大家瞓喺度，隻手墊住額頭，諗翻起頭先嗰3-4個鐘頭入面，自己點樣夾硬擠出嗰啲假得交關嘅笑容。大家諗翻起嗰啲無靈魂嘅掌聲，機械式嘅點頭，甚至為咗迎合人哋去附和嗰啲完全陌生，甚至同自己做人原則背道而馳嘅話題。嗰種心力交瘁嘅感覺一直纏住個腦，搞到個心沉甸甸，有一種講唔出嘅心酸。我哋坐喺度聽緊呢番說話嘅人，都已經係過咗60歲知天命嘅年紀啦。到了我哋呢個年紀，去到人生嘅下半場，條命絕對唔再係一條流唔完嘅泉水，可以俾我哋好似20歲出頭嗰陣時咁樣後生細仔任性去揮霍。我哋嘅時間已經正式開始倒數緊，一日1粒鐘咁樣少落去，心臟跳多一下，唞多一啖氣，呢副腦退化嘅身軀入面剩翻落嚟嘅每一分精力都係無價之寶，用咗就冇罅啦。但係最荒謬、最令人心痛嘅係，我哋偏偏成日將呢啲咁寶貴嘅精神同心血調出街，我哋將佢哋嘥晒落去嗰啲打住念舊旗號，但實際上充滿住晒命、眼紅同埋虛偽交際嘅聚會入面。我哋好多人個心入面都有一種唔識點樣推人嘅無名恐懼。我哋驚俾人話絕情，驚俾人話恃老賣老，臨老變晒性情。但係各位，請大家聽下我呢個睇透世態炎涼嘅老友記講翻句真心話。到了我哋呢個年紀，去篩選、去拒絕，甚至斬釘截鐵咁同啲有毒嘅關係一刀兩斷，絕對唔係咩高傲。呢個係我哋最基本嘅求生本能。呢塊係我哋臨終離開呢個紅塵之前，用嚟保護我哋靈魂嘅清白、平靜同埋尊嚴嘅最後一塊，亦係最堅固嘅盾牌。為咗等大家可以最深刻咁感受到嗰啲變晒質嘅關係有幾咁殘酷，等我講個關於韋叔嘅故事俾大家聽。韋叔今年65歲，喺呢個繁華熱鬧嘅香港地入面靜靜地咁生活。韋叔嘅大半生簡直就係我哋好多人嘅縮影，份人老實勤力，重情重義，而且心底內裏永遠收埋一個好柔軟、好包容嘅角落，留俾嗰啲舊時嘅回憶。嗰日係深秋嘅一個傍晚，韋叔企喺佢間細細地嘅屋企入面，對住塊已經起晒斑點嘅玻璃鏡，佢對起晒青筋嘅手小心翼翼咁揸住個熱辣辣嘅藤斗，慢慢將件西裝外套讓到直一直。呢件西裝其實已經好舊舊，拉衫就變，都已經磨到爛爛地，但係呢件已經係佢衣櫃入面最見得人、最能夠俾到佢自尊嘅一件衫。佢咁珍而重之咁準備，為嘅就係去參加一個隔咗足足40年嘅老同學聚會。40年，一段長到足夠將當年嗰啲懵懂天真嘅兒仔雕琢成今日頭髮白晒、嘗盡人生百味嘅老人家嘅歲月。喺呢個65歲男人嘅心口入面，嗰個老邁嘅心臟突然跳得好快，好似個細路仔
第一次去遊樂場咁興奮。佢帶住一個完全敞開、一啲防備都冇嘅心態，佢好期待推開酒樓房門嗰一刻，可以得到啲實一實嘅擁抱，仲有嗰啲因為激動同明白而拍晒大髀嘅搭膊頭。佢甚至喺個腦入面已經演習定嗰啲最真誠、最貼地嘅問候。你啲血壓近排點呀？穩定翻未呀？打風落雨嗰陣，個背脊仲有冇痛到瞓唔着啊？夜晚瞓唔瞓到一覺大天光，定係又眼光光望天光呀？佢帶住一整片純潔嘅回憶去赴約，但係香港呢個繁華都市嘅現實，偏偏就係一把無形利到得人驚嘅刀。呢個咁架勢嘅聚會地點，唔係喺橫街窄巷入面嗰啲充滿人情味嘅細鋪頭，而係一間喺尖沙咀旺區金碧輝煌嘅高級酒樓。啲古典音樂輕飄飄咁播緊，頂頭嗰盞巨型水晶燈將啲刺眼又冰冷嘅光打落去嗰啲排到直一直嘅貴價玻璃杯上面。韋叔推開嗰度雕花木門，笑到好燦爛，好真誠。點知個笑容突然僵住咗，半天吊咁跌咗落嚟，根本就冇任何實一實嘅擁抱，換嚟嘅只係啲敷衍到極、冷冰冰嘅點頭，掛喺嘴邊嗰啲假得交關嘅交際笑容。最得人驚嘅係佢哋嘅眼神，嗰啲曾經笑住嗌對方做老死嘅眼神，依家利過把刀，好似啲無情嘅安檢掃描器咁，由頭到腳將韋叔測暈晒。佢哋一眼就戳中咗嗰條磨到爛爛地嘅衫袖邊，嗰條上個年代款式嘅過氣領呔，同埋嗰對為咗食捱到甩晒色嘅皮鞋。佢哋用嗰種見慣世面殘酷嘅心理計算速度，瞬間就暗中同韋叔個人定咗個價，然後毫不留情咁將佢踢出咗張飯台嘅核心圈子。之後大家傾嘅嘢就好似一場荒謬嘅獨腳戲咁，充滿住無底嘅貪婪同埋空洞嘅浮誇。佢哋爭住將啲天文數字、物質上嘅戰績掟上台面，呢個就牙刷刷咁晒命，話啱啱喺半山買咗層過千萬、望晒維港全海景嘅豪宅，嗰個就大大聲不可一世咁認叻，話 keep 個高級高爾夫球會會籍要幾多錢。另一個就口水多過茶，手舞足蹈咁吹水，話自己啲喺中環做金融才俊嘅仔女幫佢投資股票賺咗幾多倍。韋叔坐喺度身郁郁，縮埋喺嗰張豪華嘅絲絨凳入面，完全出唔到聲，孤獨到極。當佢鼓起最大嘅勇氣試客插嘴問句關於身體健康嘅嘢，或者提翻啲當年喺學校操場嘅傻事嗰陣，佢嗰把微弱嘅聲好快就被浸沒咗，把聲被沖走咗，被嗰啲放肆嘈喧巴閉互相吹捧對方身家嘅笑聲壓碎晒。佢冇大屋，冇靚車去填補呢場對話入面嘅空白，佢冇權力去令到佢哋要低聲下氣去擦鞋。於是乎喺嗰啲閃到眼盲嘅水晶燈光之下，喺嗰啲銀紙堆砌出嚟嘅碰杯聲之中，呢個帶住一顆純潔真心嘅男人慢慢咁消失咗。佢喺自己嘅飯局入面變成咗透明人，被困喺一個充滿住暗中鄙視嘅無形玻璃罩入面。去到餐飯尾聲，趁住完全冇人留意嗰陣，韋叔慢慢由心口個袋入面攞出嗰張喺屋企已經壓到平一平嘅銀紙。佢靜靜地手震震咁將自己嗰份錢壓喺玻璃杯底。佢冇講半句拜拜，因為佢好清楚喺呢班俾物質蒙蔽咗雙眼嘅人眼中，佢嘅存在本身就係多餘，就好似走咗音嘅樂譜一樣。佢輕輕推開張凳，
轉身行出嗰間局促充斥住陣陣名牌香水味嘅貴賓房。佢將嗰啲仲未停過，仲喺度癲狂咁歌頌住虛榮嘅笑聲全部拋諸腦後。佢推開酒樓道大門，拖住沉重嘅腳步越行越遠。夜晚嘅尖沙咀依然係霓虹燈閃閃爍爍，街上嘅車同人急速咁擦身而過，無情又冷漠。韋叔沿住當風嘅維港海旁慢慢行，初冬嘅海風一陣陣咁吹埋嚟，兜面吹落佢嗰張印滿歲月皺紋嘅面上面，凍到入心入肺。然後喺呢個繁華無邊嘅香港夜色之中，一滴眼淚靜靜地湧咗出嚟，沿住呢個65歲男人曬到黑漆漆嘅面頰滑落嚟。各位，希望大家可以深深咁明白呢一點。韋叔喊唔係因為嫌自己窮而覺得委屈，一個清清白白做人做咗一世，挺起胸膛靠自己雙手丑食嘅人，絕對唔會因為冇銀紙而流眼淚。佢喊係因為一種痛入心扉、撕心裂肺嘅痛，嗰種痛係要親眼睇住嗰份神聖嘅真誠，嗰份佢當正無價寶咁樣神聖不可侵犯咁守護咗足足40年嘅純潔友情，依家居然俾人當係地底泥咁，殘忍咁踩喺嗰啲廉價嘅功利主義鞋底之下。各位，嗰晚眼都唔眨就踩碎韋叔個心嘅人，嗰班喺閃盲眼嘅水晶燈之下仲喺度飲杯咁互相吹捧緊嘅人，正正就係大家過咗人生半百之後第一種一定要絕交，必須一刀兩斷嘅人。我叫佢哋做用物質把尺嚟攞命嘅人，佢哋究竟係乜嘢人？佢哋就係嗰啲明目張膽咁將一張本來神聖嘅舊有飯台，一個本來應該俾大家捱足幾十年後攰到散晒嘅靈魂唞客氣嘅避風港，一個本來應該充滿住包容傾到眼濕濕嘅地方，變做一個殘酷又冷冰冰嘅無形拍賣會嘅人。喺呢個冷血嘅拍賣會入面，人已經唔再被當做一個有喜怒哀樂、有人格、有尊嚴嘅生命，絕對唔係。喺嗰度，人係被剝光豬咁殘忍咁俾人攞件名牌衫領個牌子掟喺台面嗰條車匙個 logo， 同埋嗰啲無生命嘅樓契數字嚟定價。佢哋用嗰啲閃靈靈嘅金屬同埋資產證明鑄造一把秤，然後自己大條道理咁去稱下邊個重邊個輕，邊個值得俾人捧上天去擦鞋，邊個應該俾人掟去無人理嘅暗角。大家有冇諗過，如果用心理學嘅角度去睇，點解呢班人要咁聲嘶力竭，好似發癲咁係咁晒命呢？點解佢哋要用最大嘅聲量、最誇張嘅字眼，將自己有幾多身家、啲仔女有幾巴閉、去邊度豪遊呢啲數字夾硬塞入人哋隻耳仔度？今晚趁住夜闌人靜，我想幫大家搣甩佢哋表面嗰層金箔，等大家睇清一個血淋淋、陰公到極嘅真相。行為心理學入面有個叫社會比較理論 （social comparison）， 佢道出咗一個利過手術刀嘅真理：最嘈喧巴閉、最刺耳嘅晒命，永遠都係源自於內心最極端嘅貧乏同埋恐慌。冇錯啦，各位，就係靈魂深處嗰種窮到廟嘅枯竭。大家試下諗下，當一個人步入晚年，如果佢內裏根本冇任何核心價值，冇一套企得穩嘅做人哲理，冇一種隨遇而安、內心豐盛嘅平靜，咁佢入面就只不過係一個黑超超嘅無底洞。呢個空虛嘅黑洞會不斷發出不安嘅尖叫，恐懼緊自己冇晒價值，恐懼緊自己
慢慢老去，準備俾呢個世界遺忘。為咗填滿呢個得人驚嘅黑洞，佢哋焗住要盡身邊所有嘅物質嚟做盔甲。佢哋用貴一貴嘅進口靚車嚟掩飾自己思想上嘅低劣。佢哋用半山嗰啲過千萬嘅超級豪宅，或者係獨立洋房別墅嚟做擋箭牌，去遮掩一顆乾枯、對人情冷暖已經麻木晒嘅心。飯台上面嗰啲不可一世嘅笑聲，查實只係一陣陣哀求社會認同嘅咆哮。佢哋極度渴望人哋艷羨嘅目光，甚至係眼紅，用嚟呃自己。我嘅存在仲係有意義。如果呢一刻大家剝光佢哋身上嘅名牌，清零佢哋戶口入面嗰串天文數字，佢哋即刻會縮埋一潰，驚到黐線，然後成個人崩潰晒。因為喺嗰啲死物之下，佢哋根本乜嘢都冇，得返一個空洞爛溶溶又飢渴住人哋關注嘅可憐靈魂。佢哋注定一世都係被貪婪同埋虛榮心扯住線嘅扯線公仔。但係各位，最得人驚、最危險嘅，並唔係佢哋嗰種病態嘅晒命，最伏、最攞命嘅心理陷阱，其實係當大家對住呢班人嗰陣，自己內心嘅反應。今晚大家不妨對住自己個良心坦白下，有冇試過坐喺度聽住佢哋係咁吹噓，食一餐飯燒幾多銀紙，買件首飾等於人哋打工仔一世人嘅血汗錢嗰陣，大家個心突然灰一灰。有冇試過大家默默咁低下頭，將對做到起晒起枕嘅手收埋喺台底，然後為自己住緊喺深水埗或者旺角嗰間又細又舊嘅屋企，覺得好自卑、好羞愧？有冇試過大家不自覺咁嘆咗口氣，怪責自己咁無能，捱足一世都俾唔到屋企人好似人哋咁富貴嘅生活？如果大家曾經有過哪怕只係1秒鐘咁樣嘅諗法，我必須要狠狠咁敲醒大家，大家係喺度掘個坑，生葬緊自己嘅自尊，大家係乖乖地咁踩入緊一個極度陰毒嘅心理陷阱。當大家因為佢哋嘅晒命而感到心灰同自卑嗰陣，大家其實做緊乜？大家係徹底咁放棄緊一個善良人嘅價值觀，不知不覺咁踎低身，執起佢哋嗰把充滿廉價功利主義嘅病態軟尺，然後將佢讀落自己嘅人生度。大家係容許緊呢班膚淺嘅人用佢哋把尺嚟否定大家嘅存在。大家借用人哋把利刀去劈碎自己嘅骨氣，親手抹殺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嚟絕對值得自豪嘅大半生。大家點解可以對自己條命咁殘忍呢？大家唔記得咗自己係乜嘢人啦咩？大家死做爛做，捱足幾十年，喺日曬雨淋嘅地盤流過幾多汗水眼淚，或者喺工廠逼夾嘅寫字樓度捱到對眼都蒙埋。大家賺嘅每一文銀紙都乾乾淨淨，冇呃過人，亦都冇踩住人哋個頭上位。大家養大啲仔女，教識佢哋講多謝同對唔住，教佢哋做個堂堂正正嘅好人，識得明辨是非黑白。大家每晚都可以心安理得咁瞓覺，冇憎人半句承諾，亦都唔使因為做嗰啲陰粗嘢而半夜嚇醒，成世人正正經經咁食，抬起頭做人。呢個本身已經係一件偉大嘅生存藝術品。點解大家要俾嗰2、3句充滿銅臭味嘅晒命，或者幾個狗眼看人低嘅白眼，去抹殺晒呢啲咁神聖嘅價值啊？一個人一世嘅偉大，從來都唔係，亦都永遠唔會係用幾多尺樓嚟量度嘅。人生嘅成功唔在乎你着咩名牌，
揸咩靚車，而在乎你嘅笑容夠唔夠平靜安穩，同埋你望住塊鏡嗰陣，對眼仲有冇嗰份光明磊落。嗰班用物質把尺嚟攞命嘅人，佢哋想將大家扯落去眼紅妒忌嘅泥水度，等佢哋可以踩住大家個膊頭，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佢哋吸走大家嘅自卑感，去養大佢哋嗰份得個吉嘅高傲。佢哋當大家係一塊黑抽黐嘅布景板，用嚟墊高佢哋嗰啲廉價嘅人造光。所以呢，各位，如果有一日大家唔小心踩錯入去一局咁嘅飯局，如果大家發覺陣除唔多妥，周圍充斥住陣陣晒命味，當啲真心嘅問候俾人撳住，變晒做赤裸裸嘅資產回報嗰陣，當大家覺得抖唔到氣，有一種灰暗嘅心酸開始侵蝕大家個心嗰陣，求嚇大家唔好再坐喺度捱多一秒鐘，唔好因為俾面老同學、舊同事呢啲駁過張廢紙嘅名銜，而夾硬逼自己去對住嗰啲精神垃圾陪笑。嗰一刻嘅俾面，嗰一刻嘅死忍，正正就係同謀殺緊自己靈魂嘅行為。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個心，保護好自己嘅人格，唔好俾比較嘅毒藥腐蝕到見晒骨。大家只要平平靜靜咁企起身，唔使發火，唔使嗌交，更加唔使拋低任何單單打打嘅說話，因為同呢啲空殼靈魂嘈，只會拉低大家自己高貴嘅品格。公公道道咁擺低自己嗰份錢，帶住一個從容又憐憫嘅微笑，點個頭講聲拜拜，然後乾脆轉身走人，即刻離開嗰張有毒嘅飯台，行出去，大大力咁吸一啖自由嘅空氣。大家係用緊一個自由人嘅雙腳行出去，唔受世俗任何虛幻嘅尺所綁死。大家夠膽企起身走人，留低背後嗰班仲喺度發緊物質大夢嘅人，呢個先至係絕對嘅傲骨，係一個強大嘅內心，喺呢個滾滾紅塵之中最光輝嘅一場勝仗。但係各位，如果話頭先嗰種攞住把物質尺去量度人嘅人，只不過係嘈到令人覺得可悲，咁我接住落嚟要講嘅第二種人，就比佢哋危險同陰毒100萬倍。如果第一種人只係揮霍住一疊疊空洞嘅銀紙去遮掩內心嘅貧乏，咁第二種人佢哋心入面直頭裝滿咗一肚攞命嘅毒藥。呢種人就係靠搬弄是非嚟散播惡意嘅人，佢哋最中意將張飯台變成一個賑人名譽嘅屠房。大家試下回想下，係咪幾乎每一次聚會，飯台總有一個角落會有班人喺度細細聲講緊啲陰暗嘢，喺嗰度最好送走過去，絕對唔係咩山珍海味，亦都唔係大酒樓嗰啲包三刺肚，令佢哋最流晒口水咬得最滋味嘅，偏偏就係嗰啲冇出席嘅人，佢哋有血有淚嘅悲劇。佢哋會挖個舊朋友啱啱搞緊離婚上緊法庭嘅家事出嚟講，佢哋又會攞個舊同事個仔做生意執笠，喺澳門爭落一身街數嘅衰嘢出嚟做花生。佢哋講呢啲嘢嘅起手式永遠都包住一層假仁假義得人驚嘅外衣，次次都係咁，開場白永遠都係一聲長長嘅嘆息，跟住就嘖嘖聲扮晒同情咁話：唉，真係陰公咯，聽講佢近排好慘呀，真係戥佢可憐，我一早都叫咗佢啦，佢又唔聽。但係唉，呢層扮可憐嘅面具3秒鐘都唔使就跌咗落嚟。喺嗰聲假到死嘅嘆息之後，佢哋對眼開始閃出一種古怪嘅光，嘴角微微向上笑，然後就極度心涼咁撲埋去
將件事撕碎，佢哋將缺席者嘅痛苦細節逐忽刮開，將人哋嘅傷口反嚟覆去咁睇，就好似沙漠入面啲禿鷹啄緊死屍咁。各位用行為心理學嘅角度去睇，呢啲絕對唔係好多人誤以為嘅講下八卦冇傷大雅，亦都唔係得閒傾下閒偈咁簡單。呢個係一種心理病。心理學界用一個德文字 Schadenfreude 嚟形容呢種現象，即係話當見到同類跌低、失敗同埋痛苦嗰陣，心入面產生嗰種病態陰暗嘅快感。點解呢班人要喺人哋嘅眼淚入面榨取快樂呢？點解佢哋要將朋友嘅傷痛變成自己人生嘅調味料呢？最根本嘅原因係佢哋自己真實嘅人生實在太過枯燥、太過局促，充滿住一堆佢哋唔敢面對嘅暗中挫敗。當一個人自己冇本事去爭取光明嘅成就，冇能力由內心創造幸福嗰陣，佢哋就會生出一種扭曲嘅心理。佢哋會眼紅任何企得高過佢哋嘅人，而且日日提心吊膽，驚自己嘅平庸會俾人拆穿。於是乎，最懦弱嘅心理防禦機制就住咗掣。與其發奮圖強企起身，佢哋寧願揀將身邊所有人踩晒落泥水度。當見到一個以前有錢嘅朋友家陣傾家蕩產，當聽到一個本來幸福嘅家庭搞到家散人亡，喺呢班患有 Schadenfreude 心理病嘅人嗰個陰暗內心入面，就會突然湧起一種虛假嘅安全感。嗰種心涼嘅感覺會喺佢哋耳邊細細聲講：睇下，到頭來佢都係同我一樣咁折墮，甚至仲衰過我。佢哋借人哋嘅悲劇去麻醉自己內心嗰啲失敗同自卑嘅傷口。呢啲就好似精神毒品咁，越吸就越上癮，越係咬住啲流言蜚語唔放，佢哋個人格就由入面開始越爛越臭。講到呢度，我相信實有好多今晚靜靜地聽緊我講嘢嘅老友記，會喺心入面同自己講：陳日飛，你講得啱，但我邊有似佢哋啫？我去親呢啲飯局都只係坐喺度聽定咋，我半句衰嘢都冇講過人，我清清白白嘅。各位，求下大家唔好再呃自己個良心啦。行為心理學絕對唔會縱容喺一個有毒環境入面嘅沉默。只要大家肯繼續坐喺一張充滿是非嘅飯台度，就算大家冇出過半句惡毒嘅說話，就算大家只係靜靜地猛點頭，只係笑笑口去附和，費事搞和個氣氛，大家其實已經正式成為咗呢場名譽大屠殺嘅幫兇啦。大家知唔知？惡意係一種頻率好低嘅能量，但佢傳染嘅速度就好似病毒咁得人驚。當大家坐喺一堆是非之中，大家個肺已經唔係唞緊新鮮空氣企那，相反，大家係吸緊一陣生晒鏽、充滿住眼紅同仇恨陣除嘅毒氣。大家每唞一啖氣，都將嗰啲惡意嘅微塵吸入血管，植入大腦嘅情緒中樞。大家乖乖地嘅沉默，正正就係最殘忍嘅幫兇。佢縱容咗呢種精神上嘅罪惡繼續發生。大家嗰個敷衍嘅點頭，無意中俾咗張通行證嗰班講是非嘅人，等佢哋繼續去撕咬冇出席嘅人。而最心寒嘅係一種逆向滲透嘅過程會慢慢發生。今日大家只係坐喺度聽，聽日大家心入面嗰份同情心就會俾人磨少一忽，後日大家嘅包容就會結埋一位，變成咗猜疑。慢慢咁，大家就會冇咗對以前用嚟睇呢個世界嘅善良眼睛。冇人可以喺一潭充滿眼紅同妒忌嘅泥水入面浸住，仲可以獨善其身可。正因為咁，
我必須要俾一個寒到入骨嘅警告大家，千祈唔好妄想同班是非精坐埋一台會有安全感，唔好呃自己，以為自己識得做聽眾，因為自己純良，佢哋就會尊重你，放過你，絕對唔會。喺嗰啲爛透嘅靈魂世界入面，係永遠唔會有例外。大家一定要將呢個人生最殘酷嘅定律銘記於心。今日喺大家面前張牙舞爪、笑騎騎咁去割人哋名譽一忽肉嘅人，聽日肯定100%會喺大家啱啱轉身行落搭地鐵條樓梯嗰一刻，靜靜雞將一把冷冰冰嘅刀仔吉入大家個背脊度。只要大家缺席下一次嘅聚會，只要大家喺生活度唔小心撞到啲細眉細眼嘅風波，大家就會即刻變成下一碟擺上佢哋飯台嘅美味小菜。佢哋會剝開大家住緊嗰件衫嚟彈，會恥笑大家住緊嗰對鞋，更加會將大家今日嘅善良同埋沉默攞出嚟做無情嘅笑柄。因為對佢哋嚟講，踩喺人哋個頭頂上面嗰種快感大過晒任何情誼。佢哋嘅惡意就係一種喺空氣度傳播嘅瘟疫，除咗徹底自我隔離之外，根本冇任何疫苗可以預防。到了我哋呢個登陸嘅年紀，心臟跳多一下就係一粒明珠，唞多一啖氣就係一寸光陰。大家根本冇義務要將自己咁寶貴嘅生命時間變成一個裝滿人哋精神排泄物嘅垃圾桶，即刻離開嗰班帶住病毒嘅人啦！唔好留戀，唔好猶豫，唔好俾自己雙清清白白嘅耳仔去聽嗰啲污糟邋遢嘅閒言閒語。大家寧願自己一個喺寂靜嘅黑夜入面行街，去吹下海邊吹埋嚟，雖然凍，但係好清新嘅海風，都好過留喺世間嗰個燒到火紅火綠、充滿眼紅、妒忌同埋互相殘殺嘅八卦爐度取暖。大家條命太矜貴啦，絕對唔值得攞嚟換取同嗰班靈魂生晒銹嘅人嗰種假惺惺嘅合群。如果頭先嗰兩種人係用嘈喧巴閉嘅晒命同埋污糟邋遢嘅眼紅去糟蹋大家條命，咁咧第三種人就係用一種靜靜雞死纏爛打，仲攞命多幾百倍嘅方法去監生捏死大家個靈魂。今晚我叫佢哋做喺過去臨床死亡嘅人，講得白啲、深感啲，佢哋根本就係一班活生生嘅遊魂野鬼，喺依家咁猛太陽嘅現實入面遊遊蕩蕩。大家肯定見過佢哋好多次，喺任何一個燈火通明嘅大廳，或者係舊朋友聚會嘅暗角度，佢哋總係縮喺嗰度，成身散發住一種快順中死氣沉沉嘅氣場，就好似香港打10號風球之前嗰個天咁。佢哋個口就冇停過，但係絕對唔會講半句開心、有希望或者感恩生活嘅說話。相反，佢哋嗰對乾白白嘅嘴唇永遠都喺度怨天怨地，好似播碟咁不斷重複。佢哋對依家呢個社會單單打打，對住時代嘅進步，佢哋就起勢咁秒。佢哋係咁踩依家啲後生仔係唔識死嘅兒仔，一班廢青。佢哋成日將幾十年前嗰啲爛溶溶嘅威水史、生晒銹嘅獎牌攞出嚟趙完鬆，然後再嘆一聲好長嘅氣話：唉，老啦，骨頭都脆晒啦，依家都係過得一日得一日，等雙腳一伸就算數咯。仲對呢個世界有乜嘢期望啊？佢哋拒絕去了解身邊呢個日新月異嘅世界。當大家攞部智能手機啲新功能俾佢哋睇嗰陣，佢哋就皺晒眉頭，猛咁看守。當大家講起依家啲獨立現代嘅生活方式，佢哋即刻用嗰啲封建老土嘅眼光
嚟踩到一文不值。對佢哋嚟講，呢個世界喺佢哋咬長糧退休嗰一日就已經停咗轉戰啦。佢哋親手幫自己掘咗個好深嘅心理墳墓，用死牛一面頸嘅固汁嚟封棺材蓋，然後面皮厚厚咁將身邊所有人變晒做去拜祭佢哋生命嘅奔喪客。喺行為心理學嘅角度，大家一定要睇穿呢場災難背後嗰個毒辣嘅機制。科學界叫呢樣嘢做情緒傳染 （emotional contagion）。大家千祈唔好牙擦擦，唔好以為自己內功深厚到可以定過台油咁坐喺度聽佢哋呻，而腦細胞一粒都唔死，絕對唔會啊！各位，呢種過度嘅自信係一個分分鐘要用下半世嚟埋單嘅大錯。情緒講到尾就係一種會喺空氣傳播嘅病毒，佢傳染嘅速度同埋殺傷力仲得人驚過醫學界有紀錄以嚟嘅任何一種生理瘟疫。嗰種怨婦式嘅呻吟，嗰種負面到極嘅態度，由佢哋每個毛孔散發出嚟嗰種等死嘅負能量，就係一種無形嘅劇毒。佢唔會即刻拖一刀攞大家條命，但係佢就好似毒氣咁，佢由耳膜轉入去，游走喺大腦每一條皺紋，直接干擾大家嘅內分泌系統，偷走大家每一滴珍貴嘅精力。大家有冇試過呢種感覺？只要坐喺一個成日叫窮辛苦怨天怨地嘅人隔離，唔使半個鐘，大家即刻會覺得心口好翳焗，好似俾基大石砸住咁。大家開始覺得灰心，周身冇力，眼前個天突然灰晒，甚至連嗰啲以為好返嘅風濕骨痛都突然出返嚟折磨大家。大家嘅能量頻率已經俾隔離嗰隻遊魂野鬼扯到去絕望嘅谷底，佢哋就係宇宙入面嘅黑洞，吸乾晒大家辛辛苦苦儲落嘅光芒、熱情同埋生存嘅快樂。大家帶住一身朝氣去聚會，點知俾佢哋殘忍咁榨乾榨淨，剩翻條死屍咁喺凍冰冰嘅黑夜度搖搖晃晃咁行翻屋企。有一個好殘酷但又最能夠令人釋懷嘅真相，今晚我岑日飛一定要同大家白紙黑字咁講清講楚，等我哋徹底咁拆解乜嘢叫做衰老。一個人絕對永遠都唔會因為眼角多咗幾條魚尾紋而變老，我哋亦都唔會因為啲頭髮白晒、手背出咗啲老人斑，或者每逢打風落雨關節會痛而變老。呢啲只不過係人體呢副機器必經嘅折舊，係自然界嘅物理定律。無論你係隻手遮天嘅大人物，定係做到智職咁嘅基層打工仔，都抗拒唔到地。呢副血肉之軀遲早都係要化為灰燼，但係一個生命真正嘅霉爛，一個人真正嘅死亡，係由內心深處開始時。我哋真正變老，真正一隻腳踩入棺材嗰一刻，正正就係當我哋個腦永遠拒絕去接受新事物，當我哋個靈魂對呢個神奇世界再冇任何好奇心嗰一剎那，當大家見到一朵喺神霧入面開緊嘅花，個心再冇任何感動，當大家對學多一種新嘢去充實個腦再冇興趣，當大家驚青死都唔肯行出嗰個充滿生鏽舊習慣嘅舒適圈，嗰陣時大家先至係正式幫自己個靈魂簽咗死亡證。出面嗰班坐喺度怨天怨地臨床死亡嘅人，佢哋個軀殼的確仲喺度食緊飯，個肺仲喺度唞緊氣，但佢哋個靈魂其實喺幾十年前已經變咗一個荒蕪凍冰冰嘅亂葬崗。各位老友記，大家一定要醒下。
睇清楚自己條命喺呢一刻有幾咁值錢。登六七十歲絕對唔係一個靜局悲慘、充滿陣陣消毒藥水味嘅死刑候診室。相反，我同大家寫包單，呢個先至係大家智慧同埋絕對自由最光輝、最黃金嘅時代。大家擰轉頭睇，嚇自己行過嗰條咁巴閉嘅路，捱足幾十年，孭起頭家，咬緊牙關為兩餐飯折腰，喺香港呢個逼格又殘酷嘅石屎森林流乾汗水同眼淚，家陣先至係大家一世人第一次可以100%為自己而活。呢個係最神聖嘅時刻，俾大家除低晒世俗人嘅期望包袱，去過一個輕輕鬆鬆、大徹大悟，好似朝早個太陽咁燦爛嘅人生。呢段係無價嘅時間，俾大家自由自在咁到奇去啲陌生嘅地方旅行，去睇後生嗰陣為咗口食而未去得切嘅壯麗奇觀。呢個時候，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咁執起支畫筆，學客畫畫，用瘦蜢蜢嘅手指去彈下琴，或者膽粗粗報個跳舞班，去感受自己心入面啲血仲係熱血沸騰，充滿住對生命嘅渴望。走到人生尾段嘅呢份熱血係最神聖、最偉大嘅一團火，因為佢係靠住大家睇透世事、充滿智慧同埋參透人生嘅瘋點著體。但係如果大家繼續心軟，繼續黐埋班喺過去臨床死亡嘅人度，呢團咁矜貴嘅火就會俾戒兵兜頭諗，即刻熄寨。大家嗰啲靚充滿希望嘅大計，即刻就會俾佢哋嘅冷言冷語監生捏死。乜話？幾廿歲人骨頭都散晒，仲學跳舞，咪俾人笑甩大牙咯。老啦，仲去旅行屎屙咩？喺屋企閂埋門唞下算啦。佢哋自己唔肯行前，亦都唔俾大家行前。佢哋想扯埋大家落去嗰個發霉嘅深坑度，等佢哋喺自己嗰個黑抽抽嘅心理墳墓入面，唔會覺得咁孤獨同失敗。唔好俾嗰種軟弱嘅俾面派對殺死大家人生最後嘅黃金歲月。當大家精靈啲，發覺呢班遊魂野鬼又開始唱嗰支開可交嘅怨曲。當佢哋伸出無形嘅魔爪，想扯大家落悲觀嘅泥水道嗰陣，大家唔使開聲勸佢哋，唔使嗌交，唔使同佢哋講道理，更加絕對唔好妄想扮心理醫生去打救佢哋。千祈唔好夾硬將粒求生嘅藥丸塞入一個鐵了心要個靈魂去死嘅人口入面。唯一一樣大家要做，而且必須要即刻做嘅，就係彈起身轉身走人。冇錯，乾脆利落咁行出嗰種攞命情緒病毒嘅覆蓋範圍。大家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好自己充滿朝氣嘅能量頻率，保護好自己嗰團對生命嘅熱火，就好似保護自己隻眼珠咁。由得嗰班怨天怨地嘅木乃伊喺佢哋自己過去嘅黑暗度沉淪啊！趁大家自己未俾佢哋同化，未俾佢哋搶走對眼入面最後一絲光芒，未變成一隻冇靈魂嘅遊魂野鬼，喺呢個廣闊寂靜嘅黑夜入面遊蕩之前，嗱嗱臨走為上着。講到呢度，喺呢個靜英英嘅黑夜入面，我好似聽到大家心口深處嗰啲忐忑不安嘅心跳聲，同埋一下下好沉重嘅嘆息。大家入面有好多人可能個心離一離，好彷徨咁問：岑日飛，如果我乜都推晒，如果我咁狠心斬斷晒呢啲識咗幾十年嘅關係，咁我咪即係親手推自己落去一個孤獨到好淒涼嘅晚年度。各位老友記，求嚇大家
先深深咁唞啖氣，安撫下自己跳得咁快嘅心。呢種驚稱係好正常嘅心理反應嚟，因為人類嘅群體本能一早已經將驚脫離大隊呢種恐懼寫死咗落我哋嘅基因入面。但係喺現代心理學嘅角度嚟睇，我想幫大家解開一個困住咗人類幾百年，令大家痛苦不堪嘅巨大錯覺。大家係好危險咁搞錯咗人生兩種完全相反嘅狀態，一種係斬斷晒枷鎖隨遇而安嗰陣嘅自由平靜，另一種係企喺一班悶到抽筋嘅人堆入面嗰種得人驚嘅孤獨。大家試下坦白咁直視下自己嗰啲流緊血嘅傷口，呢個世界上最悲慘嘅感覺，對一個靈魂最殘忍嘅懲罰，絕對唔係當大家自己一個坐喺間靜谷嘅屋企入面，絕對唔係啊！真正嘅痛，真正嗰種凍到入骨嘅寒冷，係當大家逼喺幾十個口口聲聲叫你做老死舊相識嘅人堆入面，但係大家偏偏覺得自己係個透明人，係當大家要好辛苦咁戴住一塊笑到硬晒債嘅面具，逼自己對耳仔去死忍，聽住嗰啲廢話，同埋嗰啲攰到入心入肺嘅功利算計，喺一個燈火通明、熱熱鬧鬧嘅大飯局入面，大家個靈魂反而因為嗰種極度嘅陌生同空虛而凍到打冷震。呢個先至係人生最悲哀嘅孤獨墳墓。為咗喺呢個抖唔到氣嘅墳墓度解脫出嚟，行為心理學俾咗一條百搭鎖匙我哋，人際關係極簡主義 （relationship minimalism）。大家試下將自己依家條命想象成一棵老榕樹，樹木生存最根本嘅定律係乜嘢？就係大家要有足夠嘅定力，揸起把利剪，乾淨利落咁剪走嗰啲爛晒嘅枯枝，同埋嗰啲俾眼紅、妒忌嘅害蟲咬緊嘅亂葉。只有狠狠咁鋸走呢啲日日吸乾你養分嘅壞死部分，主幹先可以儲夠最純淨嘅樹汁，驕傲咁向住個天生長去迎接最燦爛嘅陽光。如果仲係婆婆媽媽因為唔捨得舊相識呢幾個字而夾硬留住嗰啲發霉嘅爛木，大家成條命好快就會喺病痛之中枯萎。到了我哋呢個年紀，行到人生嘅下半場，過咗60歲嘅門檻，我哋絕對唔需要一本寫滿幾百個冇靈魂名字嘅電話簿，大家只係需要留返一個，最多2個真正嘅知己俾自己。乜嘢係知己？知己就係一個可以陪你平平靜靜咁喺晏晝黃昏坐喺公園張石凳度望住條街啲人行嚟行去，就算大家半句說話都冇講過，個氣氛都絕對唔會覺得老尷。知己嘅默契在於嗰種同步嘅寧靜，喺嗰度2個靈魂可以互相依靠，包容對方嘅皺紋同埋傷疤，完全唔使築起任何防彈衣去防範對方。大家喺呢段歲月嘅生命，簡直就係一極之珍貴嘅無價翡翠。與其嘥足3個鐘頭咁多嘅寶貴光陰去一個充滿物質、晒命同埋惡毒是非嘅無謂飯局度俾人吸乾能量，大家不如勇敢啲揀過第2條路，揀一個夜晚自己一個喺香港啲黃色街燈之下靜靜地散客步，聽下黑夜掠過維港海面嗰陣嘅呼吸聲，或者簡簡單單坐返喺自己熟悉嘅屋企角落，築起一盞暖粒粒嘅燈，睇翻本擺咗喺書架好耐，一直等緊你嘅書，由得外面嗰個嘈喧巴閉嘅世界繼續跟住佢嗰啲無意義嘅節奏自己轉啦。大家依家要做嘅就係攬實自己，
將靈魂本來就值得擁有嘅清澈同純潔還返俾自己。如果今晚我呢番講到甩皮甩骨嘅真心話，真係掂到大家心口入面某一個角落，如果大家真係睇通睇透，準備好揸起把利剪，一刀兩斷咁剪走晒所有有毒嘅關係，咁就請大家喺下面留言區度留低個9字。呢個9字代表住徹徹底底咁結束嗰啲舊枷鎖，亦都為自己打開一個內心永遠平靜長長久久嘅新時代。我係岑日飛，喺香港呢個又大又靜嘅夜空之下，我雙手合十，祝願大家有一個平平靜靜嘅夜晚，瞓一個無夢嘅好覺。等聽朝太陽出嚟嗰陣，大家會喺一個靈魂真正自由嘅狀態之中醒過嚟。